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想當年《The Amazing Spider-Man》第一集上映嘅時候咧，正係復仇者電影啱啱開始冇幾耐，好多人都會以為呢一部電影咧會將 Spider-Man 聯繫到去 MCU。當我發現咧最後佢哋係無關之後咧，我承認咧我係忽略咗呢一位蜘蛛俠同埋 Andrew Garfield 呢一位咁優秀嘅演員。相隔咗咁多年，再以一個獨立嘅眼光去回顧呢一部電影嘅話咧，唔難發現咧呢一部電影裏面其實係有好多經典嘅場面嘅，而呢一位 Spider-Man 咧亦都非常有佢自己嘅魅力。喺2021年 Spider-Man No Way Home 上映之後咧 ，Andrew Garfield 版本嘅 Spider-Man 再次受到觀眾嘅關注。我相信亦都係因為咁啦，促成咗今日呢一隻產品嘅誕生。喺過去 Hot Toys 咧推出過3次 Andrew Garfield 嘅 Spider-Man， 分別係2012年第一集 The Amazing Spider-Man 嘅 MMS179、2014年第二集 The Amazing Spider-Man 嘅 MMS244， 同埋2022年嘅 MMS658。而我哋今日要開箱嘅咧就係最新派貨出自第一集 The Amazing Spider-Man 嘅 MMS772， 可以話係2012年 MMS179 相隔10幾年之後嘅 2.0 升級版本。呢隻 Hot Toys 咧係舊年 Secret Base 11周年嘅其中一隻新作品，又分成4個版本。我哋今日要開箱嘅咧就係配件量最多嘅豪華特別版。外盒嘅部分咧，今次揀咗一張好有型嘅圖片，同 Hot Toys 一般嘅外盒比較咧，今次嘅外盒咧好明顯咧係好大嘅，大到咧成個畫面咧都拍唔晒啊！將封套拎開之後咧，就可以喺視窗裏面見到大約有啲咩內容物啦。喺面頭嘅級數上面，首先有今次嘅蜘蛛絲套裝啦。右上角咧，首先有今次嘅本體、額外嘅面罩、真人頭雕，同埋另外嘅一啲小配件。中間部分有4對唔同嘅手型，下面呢度有一個背囊同埋下面嘅滑板。最後呢邊咧就係今次呢一個超大型嘅地台啊！呢個地台咧就需要簡單咁樣組裝一下嘅。呢隻蜘蛛俠有一個瘦長嘅身形，戰衣有經典紅藍配色搭配上黑色嘅線條。仔細睇咧，整套戰衣嘅表面都有網狀嘅紋理，所有蜘蛛網嘅線條咧都係突出嚟嘅，幾有立體感。戰衣前後有巨大嘅蜘蛛標誌 ，Andrew Garfield 版蜘蛛標誌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有非常細長嘅軀幹同埋蜘蛛腳。我認為戰衣上面嘅網狀紋理做得好好，但係佢用嘅紅藍色對我嚟講咧都有啲太鮮豔。電影裏面遠睇嘅時候咧，戰衣正面每一格紅色裏面都好似有啲黑黑地咁嘅感覺。再揾一個更大嘅畫面嚟一睇咧，其實係一啲藍色嚟嘅，感覺咧就好似係一套藍色嘅衫上面噴咗紅色嘅漆，然後咧再甩色啊、掉漆啊咁樣嘅感覺，所以整套戰衣咧就有一種暗暗地、污污糟糟咁樣嘅寫實感。玩具上面嘅紅色咧就冇做到咁仔細啦，有一種骨紅嘅感覺。對我嚟講咧，整體太鮮色。其實咧又唔需要做到電影裏面咁仔細嘅，但係如果揀嘅紅色再暗沉少少，咁我相信咧會同電影嘅感覺咧更接近。呢套戰衣咧其實係一套非常寫實嘅戰衣嚟嘅。喺電影裏面咧有 Peter Parker 利用身邊嘅一啲材料創造呢套戰衣嘅過程當中咧，仲有唔少嘅大特寫添。首先咧，蜘蛛絲發射器咧係用手錶改出嚟嘅，底下有好多齒輪嘅細節。每一次發射蜘蛛絲嘅時候咧，中間位置都會亮一個紅燈，下面嘅位置咧有5點綠色嘅指示燈，可能咧係用嚟指示剩餘嘅電量或者係蜘蛛絲量。而玩具呢一邊咧，發射口嘅方向係正確嘅，底下類似齒輪結構嘅顏色，紅燈綠燈嘅顏色都有做到。但係咧啱啱好咧，電影裏面有大特寫嘅就係佢嘅右手，而玩具呢一邊咧右手咧就做錯咗啦，左手咧係正確嘅，咁啊應該咧 Hot Toys 喺呢度咧係先做好咗隻左手，然後將呢一個零件咧直接旋轉咧裝到去右手，係啊咁啊就錯咗啦。兩隻手嘅蜘蛛絲發射器咧其實應該係鏡像對稱嘅。鞋嘅部分，呢一對鞋嘅原型係一對 Asics Gel Dirt Dog 3， 顏色咧係電影原創嘅紅藍白配色。Hot Toys 今次咧有將鞋底嘅細節做出嚟，不過咧細節上就有啲小出錯，圓點部分嘅數量唔啱。其實咧鞋底款式嘅圖片喺網絡上面咧都唔能揾嘅，咁我就唔知道做得唔準確會唔會係涉及到版權嘅問題啦。然後嚟到面罩頭，我認為頭型、眼睛大細咧都可以嘅。面罩底下嘅耳朵輪廓咧好明顯，我幾中意呢一個細節。眼距咧就可以再拉近少少嘅。鏡片方面用嘅顏色好橙，咁啊唔知點解咧幾個玩具品牌咧都揀咗呢一隻橙色嚟用。好似咧好多年前日本嘅 Medicom Toy RAH 系列嘅同款 Spider-Man 咧都係用同一隻顏色。其實電影裏面咧 Peter Parker 用一個類似戶外運動太陽眼鏡嘅鏡片改裝成呢一個部分嘅。我認為咧顏色咧從來都唔係一個鮮橙色，喺大部分電影畫面同埋電影宣傳嘅材料上面咧鏡片咧都係非常之暗嘅。今次 Hot Toys 咧安排咗淨係得特別版咧會附有一對磁吸替換嘅深色版鏡片。起初我喺預訂圖上面見到呢一對深色鏡片嘅時候咧，我真係好開心嘅。可惜咧試玩過之後咧，我認為呢一對深色鏡片嘅大貨咧做得唔夠深色啊。同橙色鏡片相比咧，我認為咧睇得出個差別嘅，但係個差別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始終咧都冇還原到電影畫面上面嗰種暗嘅感覺，非常之可惜。現時 Tom Holland 嘅 Spider-Man figure 咧
成日喺網上面俾人哋嫌棄佢嘅頸部冇還原啊，冇露出嚟咁樣。打從 No Way Home 之後咧，幾隻蜘蛛俠產品都改成咗頭雕連頸換嘅設計。好處咧就係換真人頭雕嘅時候，終於還翻條頸俾佢。但係壞處咧就係破壞咗戰衣嘅連貫性。老實講咧，我個人咧真係唔太中意呢一個設計嘅。佢同身體拼合嘅位置咧算係緊密，但係上面嘅蜘蛛網圖案咧真係對唔齊。最起碼咧，我今日呢一隻面罩頭咧係對唔齊嘅。另外咧，之前明明去到 Tom Holland 嘅升級戰衣嘅時候咧，已經將面罩頭嘅縫印收口位咧改咗喺頭頂。正面睇咧，蜘蛛網線條咧唔再彎曲，但係唔知從咩時候開始咧個縫印位咧又倒退翻去個額頭度。我認為正面睇咧明顯係會影響到面罩頭上蜘蛛網圖案美觀程度嘅。呢一個位置以後可唔可以又改善一下呢？換上真人頭雕睇睇咧，今次新嘅真人頭雕有可動眼球功能，選擇咗一個嚴肅認真嘅表情，面上面有戰損嘅塗裝，同電影畫面比較一下咧，戰損塗裝款式參考咗電影最後同蜥蜴博士戰鬥完嘅樣。將頭雕拆落嚟之後咧，可以見到底下嘅頸部都有做到戰損塗裝。真人頭雕連帶嘅頸部位置戰衣部分同電影比較一下咧，我認為都算準確嘅。呢一款咧係 Hot Toys 第二個 Andrew Garfield 嘅真人頭雕，同上一隻 MMS 658嘅真人頭雕相比咧，我認為今次嘅面型五官輪廓進步咧好大，而且髮型髮色亦都更接近電影裏面嘅形象。我覺得咧唯獨係眼睛可以再大少少咧，咁就接近完美啦。因為插口嘅款式一樣咧，兩個頭雕連頸可以通用，不過頸上面戰衣款式咧會同身體嘅唔同。如果你想保留頸部，直接替換上面嘅頭部咧，咁裏面嘅球形關節嘅尺寸咧又係會有少少唔同嘅。身形方面咧，同 Tom Holland 嘅 Spider-Man 比較咧，可以呈現到兩個人嘅身高差。同前作嘅身形比較，我認為今次新作嘅比例咧有顯著嘅進步，亦都係我最中意呢一隻 figure 嘅地方。新作嘅身高咧會比前作嘅高少少，前作嘅肩部咧好平，新作嘅肩部咧斜斜地咁樣向下垂。雖然其他部分嘅身形好相似啊，但係新作咧整體咧就有一種好似俾人哋剔住佢個頭抽高咗咁樣嘅感覺，視覺上咧自然好多，好睇好多。換上真人頭雕之後咧，我認為差別咧更加明顯。舊作咧會有一種聳肩大頭仔咁樣嘅感覺，但係新作咧就係身高拉高咗個少少，肩部向下斜咗個少少，成個氣質咧都唔同晒，真係有 Andrew Garfield 嘅感覺。而且兩隻 figure 玩起上嚟咧，裏面好多關節用嘅齒輪設計都唔同，所以我認為今次呢一個全新開發嘅素體 Hot Toys 咧，真係有喺身形比例上面花到功夫，非常值得欣賞嘅。配件方面咧，首先有蜘蛛俠作品必備嘅額外面罩，咁啊可以握喺手裏面擺 pose 用啦。然後有一部全黑色嘅手機，佢嘅原型係 Sony Ericsson Xperia X10 Mini， 一部喺2010年發售嘅手機。上面嘅畫面咧用咗一張貼紙嚟做，係電影裏面喺下水道等蜥蜴博士嘅時候，蜘蛛俠玩嘅一個消除彈珠嘅小遊戲。呢個畫面咧可以話係一模一樣，連個 wallpaper 咧都係一樣嘅。但係咧呢張貼紙咧就上下反轉咗嚟貼，咁啊要調翻轉佢咧先至係啱嘅。然後有一部菲林相機，相機嘅原型咧係 Yashica GSN Electro 3。喺電影裏面咧 Peter Parker 經常將佢帶喺身邊，相機款式咧大致都算還原嘅。特別係佢嘅相機帶咧，我認為咧非常之還原。從電影一開始咧呢條相機帶咧已經係呢一個款式噶啦，有少少似蜘蛛俠嘅圖案，咁啊算係一個小彩蛋啦。呢隻 Hot Toys 嘅特別版咧會額外再有一個閃光燈配件，可以替換整個相機嘅頂部，模仿翻喺下水道裏面用嚟拍攝蜥蜴博士時候嘅改裝。左邊嘅小裝置咧係用嚟連動蜘蛛絲嘅。觸碰到事前設置好嘅蜘蛛網咧，就會觸發呢部相機嘅拍攝。右邊閃光燈背後咧有 Property of Peter Parker 嘅字樣，咁啊亦都係因為呢個字樣咧，所以蜥蜴博士咧先至發現到蜘蛛俠嘅真正身份嘅。喺電影裏面咧，呢啲字咧係特字嘅款式，而喺玩具上面咧就係印上去嘅。呢一個額外嘅小配件咧非常精美，我好中意啊！然後咧有一塊畫板，呢一塊畫板底下嘅圖案咧都非常還原電影裏面嘅畫面，唯獨是係咧佢個碌咧就應該係白色先至啱嘅。再之後咧有一個藏青色嘅背囊，喺電影裏面咧呢個背囊嘅牌子咧係 JanSport， 同實物圖片比較一下咧，形狀款式都非常還原。佢上面有兩個部分咧可以用拉鏈拉開，令我最驚訝嘅係咧佢咁挺身，但係裏面咧原來冇塞到填充物都可以做到咁挺喎。咁啊你就可以將頭先嗰啲面罩啊、手機啊、相機啊或者係你嗰啲私己錢咧收埋喺裏面啦。另外咧前面有兩條米白色嘅綁帶，你就可以好似 Peter Parker 咁樣咧將頭先嘅滑板咧穿喺呢度固定喺背包上面。最後咧係今次豪華版嘅地台，普通版咧會有一個一般嘅六角地台嘅。呢個地台咧係最後決戰蜥蜴博士嘅場景 Oscorp Tower 上面一座塔嘅塔尖位置，塔上面好多位置嘅上色咧都做得好唔錯，例如呢一個八邊形平台嘅鐵鏽上色咧就幾好睇嘅，佢可以插 USB-C 開啟一個 LED 發光燈效，一閃一閃咁樣咧非常好睇。比較電影嘅畫面咧可以睇到今次嘅地台咧大約揀咗塔嘅一個圓形平台以上嘅段落嚟做，呢一個選擇咧非常合理，因為咧如果將下面嘅部分都做埋出嚟咧就太大啦。蜥蜴博士用嘅嗰個發射器咧因為係喺下面嘅，所以今次呢個地台咧就唔包括在內。其實
實咧喺電影裏面咧唔太睇得清楚咧整個塔尖嘅，但係喺概念藝術家 George Ho 嘅作品裏面咧，其實可以睇到款式咧都算係幾接近嘅。比較電影畫面咧，我認為呢個比例咧亦都算係1:6嘅比例。呢個地台最神來之筆嘅咧就係下面做咗一個球形關節，可以令到整座塔咧微微咁樣傾斜，模仿翻電影最後塔倒下前嘅狀態。呢一個球形關節咧做得非常之緊，處理得好好啊，係應該要係咁緊先至穩固嘅。但係大家扭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你個借力位，唔好咧唔小心將個塔或者係呢一個平台咧截斷啦。縱觀今次整個作品咧，我認為最大嘅缺點就係今次選擇咗做戰損塗裝嘅真人頭雕，但係又安排咗冇戰損嘅戰衣，非常之奇怪。難得今次呢個真人頭做得咁好，上下款式唔一致係咩玩法呢？最諷刺嘅咧係 Hot Toys 今次仲超有心思，準備咗一個磁吸蜘蛛網嘅配件，可以吸喺佢嘅右邊大髀外側。大家知唔知道呢一個蜘蛛網配件係咩嚟嘅呢？我哋同大家回顧一下。話說咧，電影最後蜥蜴博士打算發射藥物，令到全紐約嘅人都變得同佢一樣咁樣衰。蜘蛛俠咧喺阻止蜥蜴博士嘅路上咧，被警察誤射傷咗右邊大髀嘅外側。佢一拐一拐咁樣咧，差啲嚟唔切去到 Oscorp Tower 咧阻止蜥蜴博士。但係好彩咧，紐約市民萬眾一心，建築工人咧利用起重機幫蜘蛛俠咧開闢咗一條直路直往 Oscorp Tower。咁啊喺蜘蛛俠出發之前咧，佢就用蜘蛛絲修補咗腳上面嘅傷口，帶住全紐約人嘅力量，充滿鬥志咁樣衝向 Oscorp Tower。而呢一個配件咧就係喺度模仿緊嗰個修補腳上傷口嘅蜘蛛網造型。Hot Toys又捕捉到呢一個小細節咧，真係好值得讚，因為呢一個小細節咧係故事裏面象徵住蜘蛛俠得到紐約市民支持之後，想要阻止蜥蜴博士嘅決心。但係依家喺一套新光頸靚嘅全新戰衣上面突然出現呢一小塊嘅蜘蛛網咧，真係非常之突。其實今次安排咗一個最後戰鬥場景嘅地台，真人頭雕嘅戰損塗裝咧又參考咗最後戰鬥員嘅狀態，再加上呢一個小蜘蛛網配件，呢個作品咧好多嘅配套咧都指向緊一件戰損嘅戰衣。喺 Peter Parker 初次遭遇蜥蜴博士之後咧，佢個心口已經留低咗蜥蜴博士嘅爪痕。最後嘅幾場經典戰鬥咧，佢都係喺呢個戰損狀態，甚至電影嘅宣傳材料都大量選用咗戰損戰衣嘅造型。今次冇做到戰損戰衣咧，絕對係今次呢隻作品最大嘅敗筆。呢隻 Hot Toys 普通特別版嘅價錢係港幣1880，豪華特別版嘅價錢係港幣2180。佢嘅身形比例好睇，真人頭雕優秀，配件豐富好玩，地台精彩，整體細節上咧有好多小瑕疵，但係咧通通都唔係致命傷，反而係戰衣顏色嘅選擇、戰損狀態嘅唔一致咧，對我嚟講最扣分。我哋頻道俾呢一隻 Hot Toys 嘅評級係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當年嘅 MMS 179咧係冇咩配件可以玩嘅，今次呢一個升級回歸，對於呢部電影嘅粉絲嚟講咧，仍然可以話係一個必修之作嚟嘅。咁啊，我哋都好期待咧，將來 Andrew Garfield 喺 MCU 裏面會唔會有更加多更新嘅戰衣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情報同埋玩具開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